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罗东的永和市，今年的6月，在吊挂着观音石像的时阵，因为吊挂公司脱车，这个锁啊断去，观音是断做2节。庙方重新定买新的观音像，苦等3个月，总算在庄中道顺利来安坐。吊车吊真大身的观音石像，豆豆锁顶当，到底要安全落地，所幸到锁瓦用登起。规尊的观音像当时在地，当场断做2节，互现场全部人拢看甲庆领歌。6月底，宜兰罗东永和市观音安座，想要到吊挂出包，吊无好势，互观音断做2块，庙方嘛敢会当决定订错。等3个月，新的观音像总算来遐，这边阴皮变个真暗，用3台大台吊车观音石像，互吊起哩到特别4层楼悬，伫咧空中海呀海，互大家拢看甲唔敢喘气。落尾观音石像总算安全踩伫咧石槽，互全部人拢透一口气。为着这边的吊挂，庙方唔敢代志，做好准备。进前的吊挂锁啊较旧，敢会当吊10桶，费用超1两班。这边用的是25吨的粗锁法，嘛增加吊挂预算。这阵安尼开偌济？这阵即马是开条就200几万。有加200，超贵。上次那一尊好像多少？250。永和市的观音像本地用途为手工雕刻，每2年半都要开20班定测审查，即马改用关石雕刻。虽然过程坎坷坷，不过即马顺利安装，庙方嘛放下经架头的动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